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主日，奉耶稣基督的名向大家问好。愿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恩典与每一位所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今天在主日当中，我们所共同领受的经文是大卫在诗篇96篇，他如何献上新歌，在神的祭坛前献上赞美。盼望我们也能够学大卫他赞美神的这种内心里面尊崇神的一个特质。那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启示录第14章第1节到第5节。在这一段经文当中隐藏了一句非常耐人省思的一句话，他谈到将来在天上的敬拜赞美，在神的施恩宝座前将有一群至死尽忠也被神所特别宠爱拣选的14万4千个得胜的基督徒，他们在宝座前在天使跟众长老面前一同唱出生命的诗歌。这一个图片跟场景深深的吸引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孩子在主日敬拜当中的一个省思。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能够真的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唱出赞美的诗歌，在神的面前我们共同领受今天的话语。今天的经文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在5月下旬我读到了荒漠甘泉，在一个作者的他的回应当中，他提到了启示录第14章第3节，他谈到了有一群人在羔羊面前，就是在上帝的施恩宝座前一同欢唱新的圣诗，在那个地方来尊崇上帝的荣耀。他谈到了他们所唱的这一首歌是世人所学不来的一首歌。当下我阅读这一个作者的分享以后，我深深的问我自己说，启示录里面所谈的在天上的敬拜所唱的那一首学不来的歌，到底是为什么？在整整的1个多月当中，神的灵一直带领我回顾我从小阅读的经文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信息，在将来我们所面对的天上施恩宝座前的敬拜，到底应该唱的是什么样的诗歌？这一段的经文他这么说，他说他们在宝座前唱歌，仿佛是新歌，是从地上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的。这10万4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一首歌。这一个荒漠甘泉的分享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牧师。后来我因为好奇这个经文，他怎么会去注意到这一段的经文？我已经65岁、64岁，为什么我读那么久的圣经，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段的经文呢？我就因为好奇，我去 Google 这一个牧师的名字。后来我才发觉，原来这个牧师他是一个瞎眼的牧师，因为生了一场疾病，所以他失去了自己的视觉。从此之后，他的生命当中就不再拥有眼睛的视觉的感官，但是他却拥有了一个非常敏锐的属灵的看见。我对他就充满了一个生命上的一个敬畏。这个人虽然没有拥有肉体的眼睛，但是他也写出了许多美丽的诗歌，其中的一首歌就好像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所看到的，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一个牧师当他失去了视野之后，他也失去了他将来的婚姻，从此以后他成为一个终其一生独居的一个牧师。第二次失去了亲人，是因为他的妹妹照顾他的亲妹妹，因为结婚的缘故也离开了他的身边，所以他感觉到他身边的人都离开了他，他是一个孤零零的一个人。在这种孤独的感觉当中，他感受到圣灵跟耶稣基督的同在，所以他就写出了一首呕心泣血的歌。读完了这一段故事之后，神又带领着我回顾在我
生命过程当中有许多美丽的圣诗，深深的激励到我。有许多的作者，我或许不认识他，也没有好奇心去了解说这个作者到底是谁。但是这些诗歌就伴随我自己一生的成长，我相信也激励了许多的基督徒。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一首非常独特的诗歌。这104000人，他们所有的生命之歌都是特别的。但是当他们恭立在上帝的施恩宝座前，144000首的生命诗歌就成为一个交响乐，就成为一种共鸣。所有的一切赞美的诗歌就呈现出来，极其悦耳，好听又动人。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问说：我到底学会了这首歌吗？约翰受到圣灵的感动，圣灵告诉他说：天上的生命之歌是世俗的人、属血气的人所学不来的。当我问神说是为什么，神就开我的眼睛去回想到我所熟悉的经文，用熟悉的经文来告诉我说，其实神有许多奥秘，他早就向世人来彰显。主耶稣基督岂不是在他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也曾经告诉他的门徒说，上帝所有的奥秘不是每一个人都看得见。路加福音第8章第10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世人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是的，我突然恍然大悟说，为什么神国的奥秘就好像这一首悦耳的令人敬畏的一个圣诗灵歌是学不来的。原来属血气的人不容易能够参透神的奥秘，就是这个原因。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敬拜，今天的主日的崇拜，盼望我们从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共同的聚集的时候，我们也共同的献上我们的敬拜，如同一首在天上的灵歌，献给在宝座上的羔羊，也献给在施恩宝座前创造我们生命的恩主。所以我用一句话来表达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这首歌。在成语当中有一句话，在古老的中文的著作当中，他谈到了呕心泣血，或者呕心沥血。是的，上帝所喜悦的灵歌是人用生命，不是用嘴唇所唱的，是用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血泪，用我们的所有的情感歌颂上帝。就如同耶稣基督说，你当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才是一种呕心泣血的信仰，这才是一种呕心泣血的生命之歌。在圣诗的里面有2首是在今天主日礼拜当中，我所带领各位弟兄姐妹共同吟唱，来归荣耀给上帝。第一首诗歌是我们所熟悉的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的河田。这一首诗是一个美国的律师，他经历到生命当中极大的风暴，他经历到几乎家破人亡的悲剧，在那么大的一个创伤的当下，他就写出了这个呕心泣血的歌词。这一首歌安慰了多少的人，所以在台湾的教会，许多的教会经常的吟唱这首歌，特别是在逆境当中来鼓励流眼泪伤心的基督徒。是的，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行过死荫幽谷，也有在高山巅峰上喜悦的赞美。不论任何的情境，赞美神是我们回馈在我们生命当中，用生命来回馈上帝的带领的一种祷告。另外一首歌是我们第2首在主日礼拜所共同吟唱的，就是耶稣的手扶持我。这一首歌也是一个瞎眼的作者，我特别很喜欢这一个作者。这一个作者3岁就失明，他的名字叫做 Fanny Crosby。他的生命当中充满了美丽、勇敢的信心，终其一生。当他失去了他的视野，却没有被黑暗的权势夺掉他的乐观跟喜乐。所以当他8岁的时候，他就立志跟神求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一生带着喜乐的灵。
主聆听了他的祷告，所以菲尼在他的一生直到93岁，虽然他的生命当中并不是一帆风顺，当然也充满了许多不是我们当下常人所遇到的生活。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瞎眼的人他如何来学习呢？他必须要用点字。一个眼瞎的人他如何来行走呢？他必须依赖一些辅具。各位弟兄姐妹，但是这一个我们信仰的前辈并没有舍去他盼望跟喜乐的心，所以在圣诗里面有许多的美丽的诗，他被称为美国的圣诗皇后，就是这个原因。也因着他充满了灵性跟盼望的字眼，也让许多在困境当中寻求帮助的人写信给他。Fanny Crosby 这个人最后是在书桌前趴着睡着了，神接纳他的灵魂上天家。他在93岁的一个晚上，他在回信给忧伤的人。那一封信虽然没有写完，但是神习了他在世上的工作，但是他永垂不朽、呕心泣血的圣诗却流传到全世界。其中这一首《耶稣的手扶持我》，还有另外一首是我们也非常的熟悉，叫做《有湖的雀句》。这一首诗的诗歌更是让人赞叹，他将自己的生命比喻成为一个故事。他说：“我的生命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各位弟兄姐妹，他的圣诗就鼓励了我们，我们的生命才是天上咏唱的灵歌。我们在地上所唱的生命之歌，将来必在神的施恩宝座前被众天使所聆听。所以盼望我们今天能够环绕的所有的圣诗，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共同的欢唱另外一首，叫做 How Great Thou Art， 就是你真伟大，何等伟大。这一首诗是一个瑞典的牧师，他经历一场大自然当中的一个大风雨，在雷电交加、闪电交加的一个夏天，倾盆的大雨，他突然感觉到快要被这个大自然的大能力所消灭，所以在这种的恐惧当中，他写出了这一个举世闻名的这一首歌：主啊，你真伟大，何等伟大！这一首歌有多少人是恭恭敬敬的站起来抬头挺胸的仰望天上日月星辰，高唱主的伟大。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直到我们在神施恩宝座前，能够在圣羔羊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生命之歌，如同我们献上自己的火祭。我们今天的礼拜就是与天上的144000个圣徒一样。我也问我自己说，将来在上帝的施恩宝座前，是不是有我的存在的一个空间？我问上帝，问我自己说，我配吗？将来当我见主的时候，我是不是能够坦然的走进施恩宝座前的圣殿的大门呢？各位弟兄姐妹，盼望将来有一天，你我将在天家相聚，我们能够抬头挺胸，一起高唱这一首荣耀荣耀，圣哉圣哉，归于我们的上帝的这一首生命之歌。就如同我们经常只有一句话的诗歌赞美：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盼望今天的礼拜，今天的敬拜能够带领我们生命，能够带出一种充满了赞美的性格。我深深的反省自己说，在我的生命的日子当中，我有多少的时刻是用敬拜赞美来过我的人生？有许多的基督徒虽然有敬畏神的心，但是却不一定拥有经常在逆境当中对神的赞美跟歌颂。这一种的反省就让我想到我自己的外祖父，他在年轻的时候在牧养早期台湾的教会。当时台湾是一个农业社会，有许多的不足，有许多的贫穷，也有许多教会的软弱。当时有一种情境是今天的教会不容易看到的，就是有一些教会会为人驱魔赶鬼。当时有时候
不容易分辨精神疾病或者真的是鬼附，所以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会劳烦牧者，甚至连很世俗、很平凡的家庭的事情，就是连家里猪圈里面的小猪不吃饭的时候，也要请牧师到那个猪圈去为那个猪来做宣告跟祝福的祷告。各位弟兄姐妹，当人在贫穷一无所有的时候，才懂得如何依靠上帝。我还记得我家族的长辈告诉我说，在驱魔赶鬼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其中的一环，就是在那种困境、黑暗权势捆绑人的灵的时候，众弟兄姐妹聚集在牧师的带领的过程，在身边高唱圣诗，大声的吟唱圣诗，一次，他们发觉吟唱圣诗带来极大的权柄跟力量。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黑暗的权势就离开，就如同圣经说，光来到，黑暗就离开。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共同的鼓励，一起鼓励，营造一种赞美的灵跟赞美的态度，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的生命不只是在顺境当中，在幸福的日子里面懂得赞美，而是更可贵的，就是当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掉眼泪，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我们仍然含着眼泪高唱得胜的歌曲。所以今天我要用这2段的经文，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2个信息。第一个，让我们向着天上的主，在我们的天父上帝能够高唱生命之歌，是用我们全心全意，我们称之为呕心沥血，是全心全意的来跟神献上我们心中的赞美。第二个信息，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看到启示录第14章，这104000个人，如同在先知书里面说，神留下7000个未曾跪拜巴力的人，不论是7000或者14000个，这都是一种象征性的一个预言，是一个在神的呼召当中至死尽忠、得胜有余的勇敢的向前的基督徒。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带着今天启示录所讲的，在这些得胜的人、这些圣徒的额头上，就有一个记号，他就是天父上帝的名字，也是圣羔羊耶稣基督的名字。他说，这104000个人在他们的额头上就带着神的印记，这个神圣的一个记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经常彼此互相祝福，甚至用油做一个十字架的祷告。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象征着我们心中一个渴慕。我们也是宣告，当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遮盖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全然的属乎这一个荣耀的圣羔羊耶稣基督。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回到经文，来建立我们这2个祷告的一个信心的凭据跟根据。让我们在神的宝座前，特别是让每一个神的教会，耶稣基督圣名所建立的教会，成为一个敬拜赞美的一个教会。请大家恭听大卫他的祷告，他怎么讲？他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要向耶和华唱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歌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各种的情境当中，第3节大卫说，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当中述说他的奇事。这个意思就是在神的施恩宝座前敬拜上帝，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各种的情境来敬拜上帝。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大卫那种敬拜的灵跟敬拜的智慧。他说，当我抬头仰望天上的日月星辰，我就感觉到自己的幸福。我就问我周遭的万物说，我算什么？神既然纪念我，我算什么？竟然配得神的恩典，他抬举我，让我的生命能够得到尊崇，仅略的次等于天使。各位弟兄姐妹，大卫是一个懂得神的爱的人，让我们在他的面前也学习许多的圣诗的作者，他们不是因为他音乐的才华写出这种历代的感动人的，
能够流传千秋万世的一个赞美的诗歌。让我们唱出另外一首赞美的诗歌，说：主啊，我要赞美你，我要尽心尽性的传扬你奇妙的作为。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经历，让我们的生命就成为一种赞美跟祷告，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到他施恩宝座前。不论今天的主日崇拜，或者我们周一到周六的每一天，让我们能够挺起我们的胸膛，带着一个盼望的勇气向前走带着神的恩典，穿戴神的荣耀跟权柄，在各种的情境当中。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约翰在他的启示录14节在2000年前为我们留下这一句话，他说：这是一种天上所唱的圣诗，是天上众天使与长老一种聆听的灵歌。这不是一个属血气的人所学得来的。是的，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洁净我们身上的灵，让我们洁净身上的圣殿，用我们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来欢唱神的恩典。让我们警醒，记得耶稣基督曾提醒世人，他说：神国的奥秘不是属血气的人所能够看见的。有些人虽然看见，却是看不明白；有些人虽然听见，也听不明白。各位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今天一起敬拜上帝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子的被遗弃在神的施恩宝座前外面，如同失了味的盐。神说就必倾倒在外面，因为它失去它原来的功能。愿主怜悯我们，愿主怜悯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呼求神的怜悯，不受遗弃。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赞美跟应许，如同耶稣讲完了这一个斥责的话之后呢，他就讲了一个应许跟赞美的话。耶稣就回过头跟他的门徒说：你们是有福气的人，因为你们的眼睛能够看见；你们是有福气的人，因为你们的耳朵是能够听得懂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门。从今天开始，我们经常能够看见那个看不见的上帝，我们经常能够听到那个人的耳朵听不见的圣灵的劝勉的鼓励的声音。各位弟兄姐妹，一个没有敬畏神的心的基督徒，他是没有办法领受神的恩典。就如同马太福音第13章第15节耶稣讲了一个人的生命的捆绑跟拦阻。他说他的心被有所隔绝，他的耳朵花沉，他的眼睛闭上。这些人是故意闭上自己的眼睛，虽然明知有神，却不愿意尊荣他；所以明知道耶稣是救主，却不愿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再做一个自欺欺人的人，不再做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不再自认为一个高傲、具有聪明的人，不再做一个自以为是一个圣人。各位弟兄姐妹，求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在神跟真理的面前，真的降服跟谦卑自己，能够在圣灵的斥责的过程当中掉下眼泪，跟圣灵说：神啊，求你赦免我，求你怜悯我，宽恕我。愿这个世代不再有这种属灵瞎眼的人，因为他们虽然知道有上帝，却不再当上帝，不将耶和华当作创造主来荣耀他，因为他们的心思变为虚妄跟昏暗。主耶稣，你曾经教导我们，你是世上的光，我们深深的相信。主耶稣，如果你进到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就不再被黑暗的权势所捆绑。各位弟兄姐妹，是吗？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敬拜当中，我们呼求主耶稣基督圣羔羊，我们感谢赞美他，说：主耶稣基督，除了你以外，我没有生命的道路。主耶稣，除了你之外，没有人能够带我走这一条生命的道路。我要终其一生，用我的生命，用我的声音，用我的心灵，用我的心思意念，用我所有的情感来赞美你。这就是生命之歌，生命之歌。用我的意念，用我的情绪，用我的声音来欢唱
对神歌颂赞美的声音。各位弟兄姐妹，不论是在礼拜堂共同的敬拜，我们唱出圣诗说圣哉圣哉圣哉，我们也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情境，当我们掉眼泪的时候，我们就唱出了一种呼求，主耶稣基督，求你怜悯我们。当神施恩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得到蒙福的时候，我们就唱出哈利路亚赞美神的这种诗歌。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归荣耀给上帝。第二个，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呼求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需要有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许多的信仰的前辈都曾经告诉我们，有耶稣宝血的遮盖，我们在我们里面的灵就大于世界上的邪灵跟黑暗的权势。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洁净人的心，主耶稣的宝血能够让最邪恶的人生命得以翻转跟悔改。主耶稣的宝血能够如同属灵的军装，让所有的基督徒面对的凶恶的黑暗的权势撒旦魔鬼，我们仍然没有惧怕的心。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走人生的旅途当中，不要忘记了在自己的额头画上一个十字架，不是我能，而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耶稣基督。在我还没有为自己抹油祷告，在我还没有为我自己的孩子的生命画上十字架的时候，我天上的恩主，我天上的圣羔羊耶稣基督早就已经将这种得救的记号烙印在我的生命当中。前我的生命属乎黑暗，就如同在罗马帝国那一些被卖身为奴的这些奴隶，当他们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拯救当中之后，他们奴隶的记号就变成为一个圣羔羊所归属的买赎的一个记号。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前，最重要的就是再一次的认主归宗，就是还璞归宗。真的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跟耶稣基督能够许下我们生命的一个誓言：主耶稣，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愿意为你而活，直到我生命的结束。主耶稣，我在你的面前献圣祷告。当我阅读了启示录第14章第1节的时候，我就跟神我就在神的面前切切的恳求：主啊，求你怜悯我。主耶稣，求你怜悯我，让我能因着你的圣名，能够带着这一个额头上的记号，不论何去何从，从今天开始，我的生命永远属于你。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主耶稣，是你。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主耶稣，让我将我内心的自我，将我生命的主权，能够降服在你的十字架面前。主耶稣，求你怜悯我，我将我的生命来交托在你神你的手上。主耶稣基督，让我带着这个印记。当我们看到这个104000人的时候，我们应该警醒问自己：我预备好了吗？我有渴望将来有一天，天上的宝座旁能够为我留一席的空间吗？将来当我回到天家，在神的圣殿门外的天使会允许我进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吗？这个天使会问我一些qualified 的问题，我是不是有这种足够的资格？天使会问我说：为什么我要让你进到神的荣耀的圣殿？主耶稣基督，各位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们配得。或许我们会争辩的说：我曾经为上帝盖过一个美丽豪华的礼拜堂。天使不一定会以为这个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或许会骄傲地告诉他说：我为上帝的教会付出了多少的奉献为了教会我得着了多少的这种的社会资源。各位弟兄姐妹，在天上的天家施恩宝座前，或许神不是用这样子来看待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所努力在神的面前跟众人的见证。愿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知道，我们不配得，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跪下来说：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的时候，主
圣羔羊就将那个荣耀的记号就是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立志，用我们的一生来预备，用我们生命来预备，将来有一天，当我们走到世界的尽头，我们看到天上的门为我们而开，我们看到在天上的门里面有我们许多信仰的家人前辈历代的祖先在那个地方。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有一天，我们得着这种的应许，我们得以进到神施恩宝座前，同心欢唱天上的属灵的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懂得神在纪念一个他的圣徒，不是用你赚了多少钱，你的社会地位有多高，你的学历有多好。各位弟兄姐妹，将来的这104000人，神有他自己的拣选，你相信吗？让我们回到圣经的教导的话语，终其一生谨慎地阅读神的心意，用圣经来明白神的心意。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国度岂不是高过于我们的国度吗？上帝早就在2700年前以赛亚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高的高过于你们，就如同天高过于地。各位弟兄姐妹，神要我们有一个卓越的生命，神的创造，神的拣选，神的差遣，都是带着天国的高度，都是带着天国的特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虽然卑微，但是神必将这种超然的十字架的高度赏赐给虚己谦卑的人。唯有虚己谦卑的人才能够领受真正的这个高度。各位弟兄姐妹，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带着什么样的记号呢？启示录第14章第4节第5节，我跟大家来朗读之后，也盼望圣灵带着各位弟兄姐妹继续的去默想。这5个记号是天上圣徒所必然具备的。第一个，他们是圣洁的。这个地方用一个贞洁的男童，一个贞洁的男孩子，他们终其一生能够守贞，他并不只是指肉体，更重要的，在圣经里面他谈到的淫乱，是指在信仰上跟属灵上是淫乱的，就是他的心中去崇拜另外一种偶像，不论是权柄、金钱等等，包括情欲。但是在这个地方，他谈到了一个就是圣洁。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既然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我们就必懂得，我们是分别为圣，有所为，有所不为。特别与神立约，神的约是永约，是圣洁的约。当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福杯满溢的福音跟祝福，我们高举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耶稣基督说，这个杯是我的宝血所设立的新约，你们当以此来纪念我。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从今天开始，不是神所喜悦的污秽的，所有污秽的灵不能够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第二个，这些人所带的记号呢，是一个全心全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经文说，这些人不论何去何从，他们是紧紧的跟随耶稣圣羔羊的人。无论何去何从，他们跟随的圣羔羊。各位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我们只有一个主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从今天开始，我们所走的路是一条窄路，这一条窄路通到天堂。今天我们所选择的门是一个窄门，是这个世界上许多人不愿意拣选的，但是这个门却通往永生。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跟随耶稣基督高唱，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第三个记号呢，这些人存着感恩的心。以前他成为他旧的主人的奴隶，但是当耶稣基督用一个昂贵的代价，就是十字架的宝血，主耶稣基督用他5个伤痕来买赎的所有的基督徒，这些人心存感恩，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说，主耶稣基督，你为我而死，
我愿意为你而活。这些人永远带着感恩跟爱主的心。我们是不是配得圣羔羊的悦纳？在乎我们的心中有多少的回馈主耶稣长阔高深的爱？最后呢，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所领受的第4个记号，这些人他们是将生命献给上帝的人，是出熟之国。出熟之国就是在众人还在懵懂的当中，这些人已经追求真理。这些人是在这个世界上是第一个能够被神的真理所改造的生命。最重要的，这些人用他自己的生命如同果实，也如同保罗所说的，将生命献为活祭。是献给谁？献给天上的父，献给圣羔羊。各位弟兄姐妹，最后呢，耶稣基督宝血所洁净的圣殿，我们不应该再允许这个世界的污秽的灵来糟蹋我们。各位弟兄姐妹，追求圣洁无瑕的生命，它最重要的意思就是我不再用血气跟世俗将我的主耶稣再一次的钉在十字架上。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通过今天的敬拜，直到我们一生的结束，我们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情感，用我们的理性心思意念，也用我们对神敬畏的心，我们唱出自己的生命之歌。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之歌或许不一样，但是在世界的尽头，我们必将共同聚集，如同这一群圣徒聚集在上帝施恩宝座前。愿耶和华的灵进到你的家庭，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同心来祷告。圣哉，圣哉，圣哉！荣耀的生命创造的主，我们敬拜你。在今天的礼拜当中，我们攻读了启示录的意象，你教导我们将来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所有被你所爱蒙拣选的众圣徒，必然共同聚集在圣羔羊跟你的面前，来欢唱得胜的灵歌。今天我们在这个经文的激励当中，我们决志悔改，也在你的面前立志，我们要过新生活。求你的灵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将耶稣基督的宝血盖印膏抹在每一个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以及他的家族。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存盼望的心，勇敢的向前走，直到世界的尽头。主耶稣，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你，愿我为你而活，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